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6，旧历的2月初4，礼拜三。这2天大家真咧讨论的话题，大甲妈寮警到底有要取消无？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开记者会，请卫福部赶紧来做出着专业的决定，看要办，也则是要取消，因拢会来配合。颜清标讲，目前因的规划是寮警照常来举行，但是1万人以上的聚会，像这个情人起驾宴。像这个妈祖之公的演唱会，也有这个祝寿大典，配合着防疫，今年拢停办。卫福部要做出专业的判断，让所有公庙有所遵从，不能任由网络带风向，制造不理性的谩骂。大家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表示，只要政府下令，庙方就配合。内政部徛出来讲看，会使办袂使办就好啊。颜清标讲，目前条件如期举行，但万人以上的聚会，亲像妈祖之公演唱会，也有祝寿大典，确定取消。今年的绕境，卖无桥，卖软桥卡，安尼大桥嘛要扛出来遮，无伫桥内，拢户外。另外，以下专家认为容易造成防疫漏洞的，像点心站强势。颜清标嘛讲改食便当，无包游览车。省内费用大约是3000万，全部捐予防疫指挥中心。一定会，哪有可能袂？对，所以阮把这个截下来的这个省的钱，捐给这个防疫中心嘛。每当大甲妈绕境有900万人参加，带动的商机有数十亿。有民众认为这无定就是无愿意取消原因之一。业界人士大部分拢呼吁取消，甚至也阁有阮遮尔拼，恁也阁安尼声音出现。业界的看法是一致的，就是这种活动最好暂时不要办，等疫情比较缓和过去了再来举办这种大型活动。因为太多人长时间近距离接触在一起，而且一起生活，这个是很容易让病毒在这个群体里面传播的。连民俗专家林茂贤嘛建议绕境上好延期。8年历史的大甲妈祖绕境，拄着武汉肺炎疫情，随着起价的日子逼近，是不是举办的也受变数。